国宝级的作曲家郭志远，规世人拢替咱台湾民族音乐伫咧拍拼。伊的创作内面有西方的管弦乐、歌剧、毛流行歌，甚至是有囡仔歌。今年是伊过身100冬，伫高雄就一场郭志远的文物展加纪念音乐会，带观众朋友来向这位国宝级的大师弟。 更更加叶刘娜现场演奏的，就是郭志远上出名的小协奏曲。虽然是西方的音乐形式，同款会当互人感受到台湾这块土地，这就是郭志远迷人的成就。融合了西方重要的这个管弦乐曲的精神，然后把台湾的充满乡土印象的旋律，成功的把它融合在一起，然后让更多人更喜欢欣赏 交响音乐。郭志远是台湾第一位发表管弦乐甲歌剧的作曲家，伊嘛创作台语电影的配乐、流行歌甲囡仔歌，作品非常多元，拢充满台湾味。伊伫2013年过身，其实伊高中的时捌学过小提琴，因为手指头弯翘的关系，学了无顺利，才开始创作。他得知自己可能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杰出的小提琴演奏家之后，他就转而开始练习作曲。今年是郭志远100年的生日期，透过伊的乐器、乐谱、手稿等等文物展览，后个月毛纪念音乐会，通互大家做伙了解这位国宝音乐家，感受伊爱台湾的心。记者陈嘉文、罗伟做高雄报道。